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你最近甲人讲电话上长讲几分钟？川普神经病看了面线话2点外钟。伊讲代志真济，其中一项伊讲了真痛的买卖，掌握少年人的 TikTok 落地啊！川普的交易还阁有啥物货？敢会危害到台湾的军队？今仔日4位专家斗阵来讨论。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研究员王国成。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二位科技民主社会研究中心民主治理组长黄开新。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科技新报专栏作家，也是动物气管的讲师林秀明。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先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19号讲，伊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电话2点外钟，讲甲真欢喜。TikTok 的协议也已经敲好势 ，TikTok 美国的业务会交予美国公司来换。TikTok 伫美国大约有1亿7千万名的用户，也是美国民众上定定使用的社群媒体之一。19美国总统 Trump 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2点钟的电话会谈，这是两人今年以来的第3摆通话。内容讲到双方批准 TikTok 协议 ，TikTok 的业务会由总部伫美国的大型企业科技软体公司甲顾问负责管理用户的资料。咱若母公司总部伫中国的字节跳动持股会降到20%以下。With this deal today, are you confident that the CCP won't be exerting control Yeah, over TikTok? we're gonna have a very tight control. Look, it's an amazing thing that's been created. There's tremendous value with TikTok, and I'm a little prejudiced because I frankly did so well on it. 政经学者讲，若双方交易顺利，会用看作是美国甲中国贸易谈判真少看到的突破。第20天要讲，字节跳动也发表公告，讲会要求 TikTok 美国公司按照中国的法律来推进相关的工作。关于 TikTok 问题，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绝不会以牺牲原则立场、企业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为代价，寻求达成任何协议。白宫发言人李维也表示，新的党事会甲演算法会由美方掌控，协议敢若差正式签字。Trump 讲若达成协议，美国政府可能会甲投资方提一笔费用。消息指出，这笔费用可能有几啊十亿美金。记者综合报道。咱他看到这个新闻大当中吼，第一你就看到因的谈判的代表，就讲，阮真反对咧谈判的时阵，把这个科技甲经贸当作武器化、政治化，吼。但是老师，这 TikTok 讲起来，即摆看起来，他都系连川普就讲哦，I'm opinionated，我实在是感觉心肝头真得意啊！我做了这项好代志，我专赢的，意思是我无赢的。事实上吼，迄段伊甲即个特别宫内面甲记者咧讲话迄段吼，我建议大家去看，伊讲甲真全面性，讲吼，这少年人拢支持我的，拢伫 TikTok 顶头，我甲买来，吼我来感谢 Charlie Kirk， 吼。安全拄安全，主流媒体80%、90%拢对我无优先，我买这样盖好，而且咱政府还可以让趁钱。老师，这生意是安怎跌的？我觉得当然有几个原因啦。原因的话，大概就是川普认为能够当选都是因为 TikTok， 因为 Facebook 就把它给封了嘛，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静音来讲的话，其实中国经济不太好，所以这回可以看到，像贝森特去的时候的谈判，他就说，他以川习会不要谈了作为威胁，
然后到最后可以看到中国就大幅的撤退，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有政治因素在里面。那进一步来看的话，当然有专家在后面哦，所以那我觉得大概有3个原因啊。第一个，这个 TikTok 有牵涉到3个因素，第一个是个资，现在如果变成甲骨文来收购80%的话，那现在也确定个资会留在美国啊，不会送回中国大陆，这个疑虑上面会切除。第二个的话是假讯息，那么现在有董事会是美国人组成，而且有一个是特别是技术主任来监督整个里面的资讯，所以假讯息应该会大致的减少。最后一个是演算法的问题，那当然专家在这边，那就我个人来讲的话，就是贝森特讲的，他说他其实不担心演算法，他说那个叫做中国特色，然后贝森特说我不太在乎。那随着它变成美国的公司，反正一变成我美国的公司，我后来要安怎处理在我的代志。对，所以我觉得演算法它放掉，其实有美国的或川普的自己考量。好，安尼我来问吼，开心吼，恁看到这 TikTok 交予美国，这项代志是中国真正的让步吗？我的想法是这样，是说，其实从9月19号川普跟习近平通话之后，其实美国释放出的讯息也只有讲说 TikTok 在交易的框架上它有取得进展，那再宣布它延长它的执法期限。但是像刚刚中国那边的声明，其实他们只是说支持市场化、符合规定的谈判。其实这个具体的协议到目前为止还是不清楚。那如果说根据目前《华尔街日报》有揭露出来的版本，其实现在这个协议最有可能的架构是这样，它是4个部分组成。第一个是它的股权结构，也就是Beta 就是字节跳动这个母公司呢，它的持股降到20%以下，这是第一个可能，这第一个结构上的特点。第二个特点是资料安全的部分，那就是陈如刚才老师说，就是在甲骨文它在资料安全就承担比较大的角色。它不见得是直接入股，但是它负责的就是在管理跟稽核美国用户的资料，就是美国用户的资料这边交给美国的甲骨文公司来管跟监控这样。第3个是控制权，就是其实应该是一路以来 TikTok 在美国争执最多就是控制权的问题，也就是投资方。他会交给美国的投资方组成的联合团队来接手，但是到底这些投资方的具体的组成是谁，其实目前资讯也是不清楚的。这第3个，最后就是在技术授权，就是演算法的部分，而且 TikTok 或字节跳动他们最核心的就是那个用户推播、用户粘连度的这个算法嘛。美方他其实目前听到的消息都只有讲到说演算法会有授权，那这个授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就是它到底授权到什么？因为这个状况是这样，其实根据中国禁止出口限制的这个出口技术目录，演算法其实是中国限制出口的，它是限制出口的哦，它是不能出口的。所以其实现在的协议在讲说有授权，那其实这个授权是蛮有问号的。比方说，其实这个限制出口，它就想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技术。如果他要出口，也就是他假设要授权给美方，其实要经过中国的同意。所以刚刚我们听到中国政府他说我们按照规定，其实这个我认为这也是关键。这个暗感的。对，他其实这个到底按照规定是按到什么程度？比方说字节跳动，他假设想要授权把演算法授权给美国的公司，那他怎么授权？是不是要先经过中国，在限制出口这边先核过一次嘛？第二个是。这个授权方式它有2个可能性，一个是整包给你，其实另外一个目前比较多的讨论是说，它是用竞设的方式，就是我就这个演算法实际上是什么，美国成立的那个新的公司，它就在做一套一模一样，用这种方式。你讲竞设就是镜，用敢若照镜同款，写予你，规包予你，但是内面是啥物你袂使套，是这个意思吗？不一定，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从头到尾，其实字节跳动的这一套演算法从来就没有人知道它到底长怎样嘛？没人去用破盖。对，所以我们不知道它可以交易的标的的时候，其实去谈授权是一个蛮空的。所以它可以说按照中国的规定，那限制出口。假设就算我同意它可以出口，
但这个东西是不是跟我们想象中的那一个演算法的个人信息推送是不是同一个东西？这其实是一个疑问。哦，安尼你讲起来呢，传播敢若阿呆咧哦，阿哥唔知咧哦。我觉得目前，因为我不认为他们不，我认为他们也可能知道，但是这个就是会是在一直到年底，他们现在是说在12月底之前要达成协议嘛，那可能在这个过程，这里会是一个很大的争议。老师，你安怎看待这川普敢会包赢？伊安尼讲起来吼，我看迄白宫迄段吼，伊讲啊，这代志已经是放喺底下都稳当当安尼，敢是安尼？我感觉这个物件无啥物包赢，因为拄则中国伫即个影片内底伊嘛讲啊足坚定的啦吼。其实意思就是讲，伊无一定会卖啦，所以我是感觉讲。对这部分吼，除非讲美国要中国有啥物好处，无中国要甲这块放出去，我嘛迄是足困难的。惊就是惊安尼咯。是，因为 TikTok 的问题吼，就经济方面来讲，你会当去看第一个就是内容，中国会当透过这种的媒体的频道去送伊想要送的内容，啊，伊这送的内容，伊就会去影响到每一个国家的少年朋友因的思想。我嘛，这是 TikTok 上恐怖的一个所在。用恐怖这两字来讲，中国会当不断的用伊去改变内底内容，去想办法。拄则大家讲着讲用这个演算法，啊，想办法去看这个人的习惯，该调整伊的内容。啊，长久看起来，伊就会去慢慢的改变因伫每一个国家社会，大家对着中国的这个看法。对着这个因这个国家内底这个执政党的这个想法，这个执政党伊若参与中国较袂拄好的，伊有可能伊就用这个方式来攻击你。啊，这些人拢少年人，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美国会遮重视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美国会去处理这个上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国家安全的问题。第二点就是就商业的问题来讲，咱去看到就讲，即马这种的社群媒体吼，其实是非常的竞争。你要像 TikTok 会当讲安尼成长啊，遮尔紧，啊，伫美国嘛有1亿外，将近要2亿的即个用户来讲吼，其实这是真无简单的。啊，因为 TikTok 伊主要伊的诉求就是伫少年朋友即块嘛，啊，即块是对着即马足侪执政党来讲，包含伫咱台湾来讲，大概是较无了解遮少年朋友咧想啥货。所以伫即个情形下，你若讲遮少年朋友因的数据。若去互伊掌握着数据，伫即马的商业的即个现场来讲，上重要伊就是会当去咱咧讲做注意力的即个经济啦。注意力的经济，大家观众朋友会当甲想讲，就是一般你上一般就是讲广告，因为我有法度有流量啊，对，会吸引到足侪观众即个朋友来看我的频道，所以。我有流量以后，我就会当甲我的广告、甲我的想法送互大家，所以伊的商业利益嘛是真悬。啊，第三个就是讲，因为你的数据愈来愈厉害，你的演算法愈来愈厉害，你对着即个市场的即个渗透率啦，会当讲是愈来愈悬的。就是拄则北京话讲啊，这顾客即个粘着度啦。所以你即个市场的即个渗透率若愈来愈悬的话，其实你这一般的政府要去管这个即个媒体吼，其实迄是无法度管的。所以不管是就商业利益来讲，还是就国家安全来讲，美国拢一定爱甲即块好好啊处理好。啊，当然我感觉中国上尾啊，伊上歹就是讲啊，无我就完全退出即个美国市场嘛。我若为着因为要伫美国市场，我就爱受着讲你美国政府遮济管制，我有可能即块我就抬掉，我就无爱啊！啊，我若中国干那要参与变这商业的利益，我若完全无对我国家、我的政治有利益的话，我中国去参与变这要创啊！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讲，对拄则即个中国的谈判代表的讲法来讲，非常强硬啦。啊，川普伊当然讲伊即个演算法也好，还是讲伊的数据也好，未来会去互美国管制。对着中国人，我摕你20%、25%，甚至40%的利润，当然有一点仔有一点仔补偿啦。啊，就是我若安尼摕的话，我若会当互你甲我其他的物件的管制放掉，伊当然我会同意，因为即块我有，敢若无，我无差。所以老师，你认为这后面还佫
教着其他的物件要甲放松去。一定爱教咧。你若无甲我教咧，我就规矩我就莫做啊。所以一定爱有一寡物件爱会当互中国讲啊，即个物件是你会当放互掉。对着即个美国政府来讲，我会当甲 TikTok 即个物件，就真正不管是摕落也好啊，赶出去也好，对伊来讲拢是有好处的。对川普来讲，我嘛因上歹拍算就是讲，大家讲无好嘛，无要紧嘛，你就规转处理，就莫入来。但是麻烦就是讲。这有当时啊，你爱看美国政府，还是讲咱这一般的政府机关，有法度真正好好去甲管制，管制啊，讲互咱一般伫国内的少年朋友完全袂去接受这些物件。但是咱知影，这管制真正做难的，因为管制上严的就是中国。中国对着真济的外国的媒体也好，电商也好，足济网络拢有管制。但是咱去中国会当看到外国的物件袂，嘛是会啊，大家嘛是想办法。迄个爬过墙啊，来看卖啊咧，所以这管制做来，所以对着美国政府参中国政府来讲，我嘛可能到一段时间爱好好讲。哎呀，佫无定论的款，吼。那秀云老师，你认为咧，这是已经定论吗？还是讲无？有可能后面佫会翻盘？这头一个，第二个是毋是中国其实有教其他的物件，要甲你讲好，你要爱我买，来这两衫你要答应我。川普已经甲答应了。我想吼，主要是应该是因为美国吼对中国吼有足侪方法会当处理伊的。TikTok甲其中一种尔，就讲半导体对不对？关税，这因即马拢咧谈嘛，对不对？所以伊中国 TikTok 伊可能嘛是伊受伤的吼，你要讲就讲啊讲。晶片啦、关税啊，安尼看落吼，伊可能感觉 TikTok 可能，因为你也无要卖啊，我已经甲你讲话，我就要甲你关掉。而尤其是这是国会通过的，这是美国的民意一定会遵行的。系啊，伊这法律啦，国会通过法律，你总统你看无遵守，所以你也无要卖，你就一定会用怪掉的，因为美国是法治国家嘛。我甲你讲，你也毋是讲像伫中国吼，迄有关系就无关系嘛吼，迄法律就参考就好啊吼。阮后壁是党的啥物，迄法律根本就无落去，但美国无共款啊。迄是国会通过的物件，你也确实真正无卖出去，安尼歹势，我干那关掉呢。我家己嘛无其他的选择嘛。你总统嘛，你嘛无可能去直接去抢国会通过的法律讲啊。伊就不是中国咧，对不对？所以，伊对中国来讲，你即马确实伊无要卖，伊到后壁结果加一项咧，一定会用关掉。所以伊也受受讲哦，为其讲啊，我阁有关税，我阁有晶片，啊无好啦，啊无咱做伙来谈嘛。啊看有机会讲哦，啊我即马这卖掉吼，啊你晶片啊，啥物关税，你有法度让步无安怎？还是讲安怎？其实美国吼，伊要处理中国，伊方法太济咧，伊凊彩摕一项路，无法度电中国啊。嘿，但是吼，我头仔讲吼，我要讲这样的代志，就是讲吼，迄个演算法吼，迄活重要一张，你想看觅吼？我感觉甲你相似啦。咱即摆去北韩吼，咱来做一个选举。我咧讲，金正恩嘛是第一高票当选，你要相信无？你想看觅，想要有法度第一高票当选。平常时北韩的遐人民接触的拢是，吼，迄领袖对阮偌好咧，吼啊我安怎，我伊几十年来收到的讯息拢是吼，因兜今时对人民偌好，偌阻碍，偌安怎啊？美国啊、日本偌苦，伊几十当了的拢收到这安尼的资讯，所以即马虽叫北韩去做投票，我保证金正恩嘛是绝对会当选的。所以你看迄个抖音吼，你讲即摆少年人伊敢若看抖音啦尔，啊是抖音决定伊啥物会当看，伊啥物袂当看。其实你虽然生活伫自由民主的台湾、日本还是伫美国，但是因为你敢若咧看 TikTok 尔，你会当看啥？你袂当看啥，拢是中国共产党咧决定的，
其实久啊了后，你就会变做其实，咱讲实在，伊甲北韩人民无啥物无共。哦，所以伊想到这个代志是非常重要的代志，就是这个伫这个所在。第二我讲较紧的，就是迄个所谓的领土吼。这 TikTok 吼，其实伊伫中国袂当用的。你即摆伫美国看，还是伫台湾？迄 TikTok 迄是中国，迄是无共。迄是国外版的。迄国外版的呢？这啥物意思呢？因中国嘛无这种物件，伊嘛袂见互因家己的人民看，像怎？这其实伊想要好看，啊，伊重咸啊，啥物，迄有诶无诶啦，迄啊啥物安怎试啊，开始让挑战啊，安怎哎，其实迄是挑战吼民主国家的言论自由啊，去播放的底线。所以对中国来讲，伊透有法度用，所以伊输出这种哦，无人讲迄叫做数位芬太尼，所谓的毒品。就伊家己人民吼，伊家己是袂放迄个 TikTok 互因人民看，因的版本别人看，因的版本叫抖音啦。因的版本叫做抖音，哈。啊，伫外口的迄个做专门用来。老师，这两个版本的差异伫倒位？啊，这当然，你也讲哦，像讲你看有时阵 TikTok 伫美国，你有时阵看到新闻讲哦，有个人去看 TikTok，我走去自杀，啊，有个人看到伊啊无小心自杀。中国的是公共的，甲你封起来。系对，中国根本就无因伊迄个有一个重咸的危害啥物，反正你就看，伊中国我都容忍你看中央电视台吼，央视。因为最近咧流行咧，清德上车安尼吼，啊，超过一半了就甲封起来。对。老师，你认为这是毋是演算啊？伊是后面有人咧看？后面有人咧睇，规个 TikTok 喺后壁咯，像我刚才讲，基本就是像北韩迄种。后壁是迄个情报啦，是迄个控制的专门的人咧做这样代志啊。是，但是吼，听修明老师讲起来吼，黄老师，川普甲这个整个谈判的这个败机拢摆出来了，伊认为讲哇，这个关系较复杂，这个晶片较复杂，这 TikTok 较简单，因为我已经国家替我铺路啊，无我就甲你关起来，所以这项。先来达成，所以无摕其他的物件来交我吗？还是单独讲有就是安尼，无就是安尼，无就不爱谈，是安尼咧谈的吗？我觉得他是分开来谈，也就某种程度跟主持人讲一样啦，他是 TikTok 容易谈，可是我觉得川普他是每一项都有他的不同的节奏去进行，所以最近我的想法不是。之前讲那个叫做 Taco， 川普 always check out， 可是我觉得他这个应该叫 Tango， 他是有目的的，然后是有他的节奏的。你抓去，但是我给你诱等来。对，所以比如说 TikTok 在谈，可是你看对的关税跟其他国家在做谈判的协商，然后同时你可以看到他已经跟欧洲喊，就我们节目上有谈到的。他跟欧洲讲说，你要跟我的关税同步，然后墨西哥现在也喊出来说，他的对中的关税要跟美国一样，跟我们当初的预期是往我们的那个节奏走的，所以他每一个步骤都有在做。然后对于出口管制的部分，最近有2批，其中一批还扫到台湾嘛，那个台湾的哪一家，中国的不知道哪一家电子，在台湾的公司。那另外一个是关于新疆维吾尔人权法案的反强迫劳动，也在扩大它的管制清单，所以它是不同的层级去做。那大致上可以分作3个脉络，第一个脉络就是关税，第2个脉络的话是进出口的管制，第3个脉络的话就是投资，比如说中国企业可不可以到美国投资，那就包含 TikTok， 那甚至到美国的公民可不可以投资中国的企业？所以它是分作3大块去做。那就补充一点，就是几个老师刚才前面有提到的，我觉得我的比喻也是，那抖音 TikTok 演算法，我觉得并没有特别的了不起，那只不过它这比较赶而已。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病人，他可能是给他安眠药，正常国家，可是中国就是给他下
吗啡，所以他就比较敢用药而已。难道那些计算法 Google 做不出来，或者是 Facebook 做不出来吗？如果它是抵触到正常民主国家的，所以在中国有一句话嘛，叫做“抖音一响，父母白养”。所以最近有一个最明显的案例，就是不知道哪个国家大概比吃泡面，就吃了3包之后又过量死掉，所以他们就比赛这个。那另外一个我们听到的消息是，他会故意的放一些很极端的讯息给小孩子，可能这是在外国，因为我们台湾可能看的比较更多是中国的抖音国内版，不是海外版。但是我看这 TikTok 去到国外嘛是真厉害啊！这美国战斗机的飞行员，飞啊去顶头，甲迄个小，迄眼皮规拢拍伫 TikTok 顶头啊！啊，但是以后若是一旦美国人掌握了这个 TikTok， 因为伊看，如果若照川普安尼讲，演算法甲数字拢交你美国来处理，这以后。 伊会咧进行某一种程度的即个言论的缩减，还是讲，因为伊对记者讲的是讲 freedom of speech， 这是言论自由的，这难道袂去抵触因家己的这个理念还是做法吗？开始。川普会就是应该说，在美国的脉络为什么在？ 其实抖音的禁止或 TikTok 禁止，在美国的法律脉络就是言论自由的问题。因为其实他们最一开始的那个法律底线、那个法律做法，其实是要求只要控制权没有交出来就下架嘛。那因为社群媒体平台它其实就是一个表达 expression， 所以一开始的讨论整个框架就是在言论自由面框架去谈。啊，但是如果我若以后要来做你内面言论的这个管制，比如讲。 这个国家机密啦，这个国家安全啦，或者是讲你有你这算作吗啡啊，唔是这个普通的这个麻醉药啊，我爱甲你了解，伊敢会来做这项代志？演算法本身，演算法本身其实不太会做这件事情，但是其实一个平台去做言论审查或是做内容控制，那是安全性的问题，那其实是会有另外的算法来处理这一块。 那它也可以人工，它也可以是用机器来做，这是应该说它本来就是一个合规的问题。它确实也会有言论自由的争议，但是它不见得都会构成侵害。比方说像那种越是娱乐性的，其实它受到言论自由的保障，它就不如政治性言论的高。但是如果是在选举期间，其实这些平台谈的是言论性政治性的言论，或是跟政治活动有关，那去下架它，我想它的违宪争议就会非常高。啊，这对美国来讲，嘛是捧一个炸药登来到美国。其实不至于，因为演算法的问题是这样，它其实针对一定，讲的比较白，就是说，其实这个是一个所有的社群媒体都会所有的社群平台，所有的都会遇到的算法的问题，其实它都会遇到。那审查它有宽有严，它也有价值上的，比方说有的平台它在这方面的审查它比较左一点。 那有一些其实是比较右一点，可能比较像 TikTok， 它就比较严格来说，就至少以川普这次选举来讲，它其实对川普是有利的。它其实可能跟脸书比起来，它就比较偏是共和党那一种的意识形态的。啊，这嘛是一种对着言论自由，那对左派的人来看讲，嘿，你买这是要创啥？可是从买 TikTok， 假设包括到演算法的授权这一块，其实演算法本身不会得出一定会去往哪边审查的结论其实是不会，因为抖音它之所以那个算法那么值钱，它其实主要就是那个用户的粘着度，他们的那种推播方式很厉害。其实是因为我在美国一个朋友跟我讲，真正的用 TikTok 的少年人大部分拢集中伫中西部。伊讲爸拢装卡囡仔，拢装卡囡仔，用的话语啊、意思啊、这个讲话啦、这个开口啊，咱袂使讲是八加九啦吼，但是就是较粗俗的迄款型，唔是左派迄种动不动来讲啦，真高尚高雅迄种面，这是伊的形容吼，但是。
这也是 TikTok 即马目前在美国的生态，这事实是安尼。咱若这样去看吼，迄话吼，那是你若要学一寡真美国式的这个表达，你要看两工啊，你就知。他那个有点像是演算法得出来的同温层的效果。所以他会说，很多人这样是因为这一群人，他其实使用 TikTok 导致他们黏着在这个工具上的效果是最好的。那并不是说其他地方用的人就少，可能是在其他地区，它可以使用的平台更多嘛，那它的粘连效果可能不如于中西部那样子的那种社会的那种凝聚力来得高，所以才会有这个印象，会觉得这一代的人用的是最多，但是可能不见得会是。这咱无后台的数字，咱唔知啦。虽然也许这个秀明老师会当来补充，不过我要先请教蔡老师吼，因为咱看讲吼，伊一年美国的营收是160亿美金吼，占伊总全球230亿是占了哇一半较低咧吼。这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大丰收。而且对政府来讲，我再搁看了一车，川普讲，作为 TikTok 交易一部分，联邦政府可能会入销一笔费用。甚至人问讲，啊，你董事会是毋是有这个董事？伊讲哦，这我那是啊，搁来讨论啊，这也许有可能搁入去董事会，这敢符合着国际贸易吗？这个物件吼，有符合着国际贸易无？你以川普来讲吼，就是讲你这种的做法吼，有符合我美国的经济利益无啦？今仔日你若讲，因为你 TikTok 这种的媒体内容去影响到我国家的安全啊，虽然讲你会当吸引到遮侪少年朋友去用你的平台。啊，即马有足侪广告商会去利用即个平台来用因的广告来接受到较侪少年人，当然伊就有加即个利益出来嘛。但是你有遮侪利益，是因为你去做遮侪的代志，啊，遮个代志那对着我美国来讲是有影响的，当然我就会当甲你提出即个诉求嘛。即个你有影响到我国家安全无？毋是讲你中国讲有啊，有就有，无就无，是我美国讲的。我美国若感觉有，我只要举几个例，我就会当去甲你讲。对我来讲，阮的感觉就是安尼。啊，国会嘛讲，就是要处理这个案啊嘛。所以这已经做好安尼决议啊。我感觉，对着美国来讲，伊要去安尼做，有违反国际贸易无？其实我感觉这是无一定会去违反的吼。对我来讲，因为咱要讲的公平竞争吼，就是讲。你即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你袂当因为你要达到你特殊的目的，你去传即个无确实的这广告也好、内容也好，但是对着中国来讲吼，因就是去做这代志嘛，所以伫即个情形下，我感觉你要所以老师，我会问这就是讲，那像 NVIDIA 在中国的这个晶片，然后改进了后，美国也讲，兄弟啊，这我替你去讲的。来，我咱政府也分一点嘛，安尼嘛是 OK。对着政府来讲，其实你这个物件哦，你会当个想讲，迄是一种国家安全的这个收入啦。吼，这个物件安尼嘛会通哦。对啊，因为你的晶片，我感觉你的晶片，因为这是国家才做出来的晶片，这个晶片啦，卖去这个中国去，可能会对着国家有一寡损害。国家为着要降低这个损害，我会甲投资一寡物件来想办法来克服这个问题。对着国家来讲，我若无法度去禁止这个物件，我就不准你卖啊。但是即摆我要互你卖，我政府部门我就爱投入较侪的研究，我爱想办法来审查。你上基本的就讲，我来审查讲你的晶片安尼有安全无嘛？啊，你晶片要卖过了，你以后的控制方式是安怎？这个美国政府爱了解啊，我开这个基本的人工都毋免钱嘛，爱嘛。我美国投入遮侪研发，也是讲我有基本的这个教育环境，互你有法度研发出遮好的晶片。我甲你收一点仔钱，我嘛这毋是，这你袂当甲解说讲，变成讲美国政府要去收你的钱。老师，但如果安尼，咱对台积电，咱是毋是会当
小可较扣税扣较济一点嘛。这过去本来就有人讲过啊。你若台积电，比如讲，因为我甲你中产条例，互你20-30档。是，所以大家讲，今仔日国家若来帮助你变大，你应该这个律师咱过去有迄个老师啊，咱就领公费的啊，对不？啊，你领公费的，你就是国家有互你，当然过去咱无安尼做啦吼，但是国家因为互你培养，所以你来签几档，啊，你这个服务年限到了，你才会当恢复你讲的自由身，你得当家己去倒位走。啊，但是台积电这你要对伊做管制的话，你要有管制的，即个就是讲要有伊的目的。美国是因为物件即摆要走去中国啊，啊，同款的意思，过去台湾嘛捌讨论过，就是咱的物件若要卖去中国以后，啊，咱是毋是会当扣一寡国安关？应该嘛是会使的吼。是，这是看你爱安怎去说明，啊，你袂当讲我要甲你扣税，大家会用，迄媒体会用迄做白话的方式，要互大家听着讲，啊，哪有美国政府要甲你抽钱啊？美国政府绝对无可能。讲要甲你摕 commission 啊？对，你用 commission 的话，你就是无完全无去注意到讲，其实伊今仔日我都互你安尼卖过，伊嘛是爱开做者人工，啊，无伊就甲你禁止就好啊。对啊，所以我会感觉讲，即个物件，就咱像大家咧讲，美国参日本咧讲的时阵，啊，日本要去投资美国，还是讲要摕钱去借美国，美国会当占90%，但是迄占90%，迄是因为伊用股份的方式去借钱，伊毋是真正是日本的公司。老师，你的看法呢？完全支持啊！好，所以其实咱啊国会立法，通好来抽，嘛是会使可行性，有正当性。不止对美国啊，对中国也是一样啊。对啊。只是讲咱的国会有要做啥样代志的？应该不可能啊。是不？但是秀明老师吼，他除了这抽税、什么commission之外，央视啊，佮讲啊，讲吼阿里旗下的平头哥啊，吼，半导体最新的研发吼，以 AI 的 PPU 啊。平行处理器的晶片，主要参数指标已经超过 NVIDIA A800甲 H20、H20 相当。这是有影无影？我讲吼，你要去衡量一个晶片吼，伊的 performance 吼，唔是干那看迄个伊的个本身的计算的能力。伊讲的有毋对无？对，伊讲无毋对，就是讲我即摆要看一个晶片吼，啊，伊讲伊到底伊是有甲 H20有共款无吼？其实伊即摆敢讲伊本身的迄个计算的能力，但是吼，你也假使讲要伫 AI 来讲吼，你 AI 的效能毋是干那伊本身的计算的能力啦尔，佮有甲伊。同重要的，或者 HBM， 迄叫做高频宽记忆体，即摆足红的啊，即摆 HBM。伊讲伊的平头哥，伊讲伊这个物件，我来讲，其实伊无讲的物件是，第一，我毋知影伊有 HBM 无。哦，我毋知，因为即摆 HBM 是袂当入去中国的。好，即摆你袂当你。HBM， 你即摆全世界三间，全世界敢三间，我就做迄个 HBM 尔。美国啊，甲韩国迄两间，Samsung 甲 SK 安尼是。但是美国的规定已经规定讲，伊 HBM 袂当入去啊。一只你袂当入去买，你讲我甲美国讲美国讲啊，还是讲韩国的三星讲我要甲你买，伊无得卖你啦。哦，所以第一，伊有 HBM 哦。这是第一个问题。伊也确实无 HBM 吼，伊这根本就无路用，捧袂行。根本就无路用。伊就讲本身，我要怎讲咧？你也就讲吼，伊即摆一个 AI 的计算能力吼，袂输一台车啦。啊 ，HBM 就拿轮子，你知影？轮子车的轮啊，你啊车也无轮啊吼，你讲你本身吼，讲你迄个引擎吼，讲偌用拄偌用，啊你无轮子，你是要走偌紧啦？哦，所以你另外有轮子，
但是即马美国是甲缩起来，讲你 HBM 袂当卖，所以因即马拢，你看中国所有媒体伊拢无要甲你讲啊好啊，问你吼，啊你即马你这是毋是用 HBM？ 啊你 HBM 安怎来？你全部拢看袂到伊个，伊甲我讲哦，我这个眼镜哦，外用都外用哦，即摆已经超过 H20啊，超过啥物有诶无啊？但是伊拢无讲伊的 HBM， 但其实吼，伊讲伊综合性能部分可代替吼，伊讲部分对啊，无毋对啊，伊讲伊甲一台车，伊讲哦，我这个眼镜哦，3000 cc 啊，好 H20可能甲2500尔，啊表示讲伊安尼走一定较紧啊，迄是你前提讲因两台车拢有轮子的情况底下，伊较有法度安尼比呢。啊，问题是伊的轮子啊，较因为伊进前啊，禁迄个 NVIDIA 的晶片来进口。对，我甲你禁起来，我有法度，我甲你比拼安尼，敢若看起来这个态势安尼真明显啊。啊，伊其实吼，伊这是小心来的。你其实吼，你看美国，你看中国遐企业界，伊拢买 H20呢。像怎因甲别讲啊，因专家拢。你规工咧放即个新闻讲你外用都外用，结果你中国的专家、企业界专门全部拢走去买 H20，是安怎？敢若 H20的 HBM 就比你即个 HBM 更先进。安尼伫即个情况下，我当然嘛买 HBM， 我当然嘛买 H20。所以其实你看华为吼。伊嘛是了去讲伊的晶片，讲外用都外用，吼安怎，啊结果啥物人咧买华为晶片？中国政府家己的机关，因为我多嘛，我政府机关嘛，啊头家叫我卖买，我就无得买啊，对啊，我就干那去买华为。But 你看遐啥物阿里巴巴啦，啥物腾讯啦，迄全部拢走去买 NVIDIA 的 chip， 是安怎？因专家因知影，啊是这根本就袂用着，所以我吼。毋是，我也有才调买着，我也用乌的吼，我即马就侪水货，系水货啦吼。我就其实迄是水货是好听，迄根本就走私啊！啊你出口了专家来讲袂当可以，你这是违反出口管制法的，这是走私，这毋是水货，水货是。我是无对正常的代理商入来尔，有阵我去日本耍，我去欧洲耍，我去遐买一个 LV 转来，我这嘛是。真正的我符合美国迄法国甲台湾的法律，我伫法国买的 LV 销我袂当走啊，这叫做水货。但是伊这叫做走私，因为出口管制是袂当叫你去摕迄个 HBM 处理的，因为这拢违反美国的FDPR， 就是外国直接产品规则，所以伊这是违反法律的，所以这叫做走私，这毋是水货，所以伊这还阁是议论战就对啦。那开心你安怎看 HBM 呢？我觉得这件事就是确实要跟辉达的建议一起观察，因为其实我们这样一路看中国政府的论述，它其实从一开始是对美国做出口管制跟限制高阶晶片的取得，它的批评是很凶的。可是你看这一阵子，他就转向去限制，更嫩了。对，他不是说他说限制你不去买，就是说限制，因为他一开始是说我不能够买，所以他批评美国政府。可是现在是变成是我来限制，我根本就不需要跟你买。那其实这是跟他这一阵子中国政府的策略有变化有关。那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自主替代这件事情。他们最近一直在讲自主可控。他在讲就是说，他要求国营企业跟政府，他其实要透过专案的方式去增加国产晶片的采购，他是要去做这件事。他其实就如同最大的讲，其实就是中国企业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晶片不见得竞争力那么强。那如果政府没有做这件事的话，其实正常的中国企业他一定会想要去买美国的，会去买辉达的。但是叫伊买啊，这买来无好用，要安怎？那就是这个政策本身就可以讨论了。就他这样做，其实确实是有一点，他在国内其实也不是没有争议，这是第一个。那可是其实你把它时间拉远一点，其实中国其实也可能是利用这一次机会，要去做一种叫逆向利用封锁。他其实把美国出口管制这个外部压力，转化成国内强迫自己的半导体产业起来的一个力量。
他其实是在做这件事啊。至于说这个过程会不会成功，目前可能是一个阵痛期。就是共产党上爱讲的迄4字叫甘蓝探测。哦，那当然在国际谈判上，他可能想要透露给美国的讯息，其实是想要跟他们讲，其实我们国产替代晶片其实已经有这个可能性。所以我觉得结论上可能比较接近主持人的观察，我觉得目前可能还是舆论战。哦，就算做议论战吼，但是这整个吼，看因全世界甲美国甲世界各国咧谈判关税的时阵，谈得上慢的、上无进度的，就是甲中共的。啊，看起来煞来 APEC 佮要见面安尼，啊，讲牵面线的牵了2点外钟，啊，内面也讲，我讲吼，佮关税也讲啦，啊，军事也讲啦，啊，乌克兰也讲啦。啥物拢讲啦，但是就无讲到台湾咧，吼，啊是知影讲台湾拢是未卡的，就若卡落去，大家就免讲啊。川普即马上，伊即马 TikTok 若算作讲，咱来准算啦，讲 TikTok 伊算作伊完成，伊下一个目标会是啥物？迄个我想补充头拄主持人的问题吼，伊问讲啊，假使中国家己做的晶片啊，假使无路用的要安怎吼？你看迄年初毋是有一个说叫做 DeepSeek 震撼嘛，有无？好，全部说美国股市大跌啊，含台湾台积电股市嘛大跌吼，迄讲讲因的 DeepSeek 讲偌高拄偌高吼。佮因迄个 DeepSeek 到后壁伊迄个晶片就是因为伊伤红啊嘛吼，啊政府就规定讲哦，你就袂当用 NVIDIA 的晶片，你就爱用国产的。结果即摆我做袂出来，你即摆敢有看到 DeepSeek 的新闻无啊？因为因就超用人家经体讲叫 DeepSeek， 对，因为伊改用因国家的晶片啊，所以就定落啊，就是安尼。无快安尼歹用吼，老师来。我的看法比较简单，就是美中基本上已经没有谈的可能性啊。你从我们说这回跟2018年不一样的是，他一开始就禁稀土。进了稀土，其实就是对整个供应链他就不要了，是通讯供应链他不要，所以到后来他干脆不要晶片，那我要自己做，所以代表说他已经打算美中，尤其中国也打算脱钩，他也知道跟美国没得谈，啊，那见面我们一开始在半年前就说过，见面谈还是要谈嘛，见面还是要见面嘛，可是大家各做各的事情，这第一个，那。回到几位专家讲的哈，其实我觉得现在中国是面临到一个很大的矛盾，这矛盾不是来自于美国，而是来自于内部。你可以就像主持人说是阿里在做半导体，为什么不是国有企业？不是中芯国际啊，或者是中科伟啊，他们这么多的国有企业的半导体公司，所以他们也知道这个半导体。晶片不好做，就像一开始我们关注到的上游的光刻机、软体，乃至于刚才那个修明哥讲到的记忆体，所以你光做晶片也做不起来，何况连晶片都很难做。所以现在回应到年初说的，叫民营经济出来死，叫阿里做，小米也在做，然后美团。对啊，我这里奇怪，我连小米也在做晶片。对啊，阿里是做电商的，他也要做半导体。不然你做路边摊，佮叫伊去开餐厅，佮做西餐。所以国有企业不敢碰啊，国有企业做下去失败，那是连部长都可能受伤。所以老师，你是对这观察讲，其实习近平已经是讲啦，讲一句长长啦，有成无成拢不要紧啦。我就是要行我家己的路，我要开始要艰难探索啦。无你要安怎安尼？对，习近平这么想，可是下面不是这么想啊。习近平说：“我要求军令状50%的晶片，下面做不出来啊，那可能会一堆人就被贪污抓起来关了。所以他们当然会拖，所以他们会希望跟美国谈。所以现在反而变成说，我觉得习近平不想谈，他想走自己的路。可是下面的人为了保住他的脑袋，他反而要去跟美国谈，那这样才能继续拿到晶片继续活下去。”那现在的话，至少可以看到官商，就是政府跟国有企业是勾结，那至少先叫民营企业推出来，烧民营企业的钱。那可是民营企业能够烧多久？
所以说为什么马云出来，就是叫他做晶片啊，烧他们阿里巴巴的钱啊，而不是烧国家的钱啊。老师，你这个讲法，这一般人就感觉讲，这谈判代表换到一个以早是纯粹是经济出身的人，啊，可能伊直嘛强调讲，你唔通甲武器化、政治化，我要好好啊，针对着贸易甲关税好好来谈。老师的导向是安尼，但蔡老师你认为呢？我感觉因要讲，对即马伫即个时间点来讲，中国已经无啥物物件会当参美国好好啊讲，因为中国伫即几冬来，自从2018年川普第一件实施对中国的即个关税政策以后，中国的经济就一直慢慢落来嘛。啊，再来到2020年，甲拄到即个中国肺炎的问题。即个 COVID-19 的问题，所以中国的经济嘛，因为因家己的政策的失控，怎啊变成因的经济愈来愈歹。所以对着大家咧讲的讲，因家己的内需也好，内需无好，啊生产甲过量，啊这个问题拢已经造成因家己本身的经济愈来愈歹。所以伫即个时间点，美国要找中国讲的是啥？咱先看美国找咱其他国家讲的，就是讲第一点，你要来美国投资无？美国即摆叫中国人去美国投资嘛，伊绝对唔敢互伊去的，所以即个已经无啥通去讲啊。第二点，你中国会当加买一寡我美国的物件买，我拄则讲的讲，我家己生产拢过量哦，我哪有该可能去买你的物件？第二点，我家己的人民，我的就业拢出问题啊。吼，即几冬中国的即个少年的即个失业率又到18%起哩啊。所以伫即个情形下，伊嘛无遐济物件会当去甲你买啊！啊，你要互我美国在厝但至少老师你安尼讲，伊就会烧高了，全无帮啊！所以伫即个情形下，你得知影就是讲，对着美国来讲，伊嘛一定了解即个状况，伊特别着伊的好处嘛，川普特别当开始安尼讲，伊达成一个真好的即个deal。啊，对着中国来讲，伊嘛知影讲，伊无可能甲伊答应你遐物件，特别伫即个习近平伊的执政之下，伊哪有可能，互大家感觉讲，伊去甲美国谈头啊？所以对着两方面来讲，中国伊就是，反正你美国嘛知影我落地啊剩偌济，吼啊，你着慢慢啊参我讲，我无差。对着美国来讲，我感觉上重要就是讲，因为伊无法度随摕着伊要爱的，但是伊会当透过。毕竟嘛，30%的这个关税吼，伊会当透过伫这个谈判的期间，或者厂商甲慢慢啊耍，用时间去换这个空间，拖啦，会当，互伊美国的厂商吼有一个春秋，你袂当甲压啊完全死死，啊30%其实嘛毋是一个小数字，30%是啥物的数？30%就是讲，你若对着这个生产的供应链较长的这个厂商来讲。伊会当吼暗来测去，因为比如讲，咱这边念者，这边念者，大家小拜托的安尼。咱有5个人会当来分摊这30%，参我敢若生产这个中间材，但阮2个人会当分摊这30%，一定是这个供应链愈长的话，我会当分散的空间愈济。大家加减啊，较侪道友安尼啦，是互相加减啊，家己分一寡，安尼会当度过这30%。但是这30%会当度偌久？我相信嘛有足侪厂商，毕竟吼，咱讲一句较坦白的，伫即几冬来，大家已经拼死命要刷出来。这厂商有能力会当刷，拢已经尽量刷。为的是想要刷袂出来，就那像即个中国的即个鸿海集团伫中国咧组装的即个富士康，对无？伊的 Apple 生产线，打落先深啊。对，伊要出来，伊的基台要出来，中国无爱互伊出来。啊，所以这都已经无啥物通去讲啊嘛。对着美国来讲，伊就是会当刷出来，互你尽量刷出来。啊，30%就是先甲你扣咧。啊，30%落去，其实咱会当去看即个美国吼，中国卖去美国的即个贸易数字吼，伫今年以来吼，其实伊的出口已经降有够济啊。吼啊，中国对着美国的即个贸易顺差嘛已经减足济啊。所以你讲有效果无？迄效果是已经出来。所以我感觉这是大家当然对着媒体来讲，因两个想要见面有一寡媒体效果。但是你若转来经济利益来看的话，其实差不多就是安尼啊啦。你讲美国会当甲中国会当互你偌济，我拄仔讲着嘛，来美国投资
中国人想要去啊，美国人讲你唔通来，拜托的，吼啊，你会当加买即寡我的物件的，我已经无钱啊，啊，所以这有啥物通去讲落，我是想无。来，小伟老师，上下尾1分钟吼，你做一个小小的结论。这 TikTok 对着美国这种贸易的关系、买卖的关系，对咱台湾有啥物启示啊？我第一吼，伊即马不，美国伊即马有分2个版本嘛，对不对？本来加一种尔嘛，即马或者原来TikTok，但是即马加第2种就是美国版本的，所以我甲讲，伊早迄号做恐怖集权，这号另外美国的这号做自由人权版啦。所以对台湾来讲的话，咱未来伫台湾落地的TikTok是用倒一种版本。哦，我就想要问在要党，请问哦，你甲我讲，你要用中国